你有冇諗過，當有一日你嘅心跳完全停止，醫生宣布你臨床死亡，儀器上面嘅心電圖變咗一條直線，喺呢個時候你嘅意識其實仲喺度，你甚至可以清楚聽到醫生喺度救緊你，睇到身邊屋企人喺度痛哭，甚至以一個旁觀者嘅角度喺天花板向下望住自己嗰具冰冷嘅肉體。呢個聽落好似係靈異故事或者平時鬼片先會出現嘅情節，但如果我同你講呢啲唔係幻想，亦唔係什麼封建迷信，而係由一位頂尖嘅醫學博士歷時多年親自追蹤同記錄咗150宗真實個案之後得出嘅嚴肅科學研究結論呢？今集內容我哋就嚟深度解讀一本完全顛覆人類對死亡認知嘅劃時代神作——雷蒙德·穆迪博士嘅《Life After Life》生命之後嘅生命。好多人以為人死如燈滅，心臟一停，大腦缺氧，所有嘢就完。但穆迪博士喺佢嘅研究入面發現，大量被搶救返嚟，經歷過臨床死亡嘅病人，佢哋喺心跳停止、腦電波消失嘅嗰段時間入面，竟然擁有極度清晰，甚至比現實更加真實嘅意識體驗。呢種現象喺醫學界就被稱為瀕死體驗 （Near Death Experience）， 簡稱 NDE。要講呢個震撼嘅研究，我哋要先返去1965年。當時穆迪博士仲喺維珍尼亞大學修讀哲學博士，佢遇到咗一位叫佐治里奇嘅精神科教授。里奇教授同佢分享咗一個親身經歷，喺1943年，即係佢20歲嗰年，佢因為嚴重肺炎喺醫院被宣告死亡9分鐘。但喺呢9分鐘入面，佢嘅靈魂離開咗肉體，經歷咗一趟不可思議嘅旅程，最後奇蹟咁復生。呢個故事喺當時20多歲嘅穆迪心中種落咗一粒種子。後來，穆迪博士決定攻讀醫學，成為一名正式嘅醫生同精神科專家。喺佢執業同研究嘅過程入面，佢開始有系統咁收集同分析嗰啲曾經喺生死邊緣走過一圈嘅病人。最後，佢整理咗150個極具代表性嘅死而復生真實個案。當佢把呢150個人嘅經歷攤開分析嘅時候，一個令全個醫學界震驚嘅規律出現咗。雖然呢150個人嚟自完全唔同嘅背景、年齡、宗教同文化，但佢哋喺死亡嗰一刻所經歷嘅過程，竟然呈現出高度嘅一致性。穆迪博士將呢個共通嘅死亡過程歸納出10幾種最核心嘅體驗要素。第一階段係聽覺嘅最後保留同臨終聲音。好多個案提到喺醫生切斷搶救儀器或者宣布佢已經走咗嘅那一刻，佢哋嘅意識其實仲非常清醒，甚至可以字字清晰咁聽到醫生同護士嘅對話。緊接着佢哋會聽到一種好特別嘅聲音，有啲人形容係一種好刺耳嘅嗡嗡聲或者響鈴聲，亦有啲人形容係一種極度優美，好似天堂傳過嚟嘅樂曲聲。第二階段係極度嘅平靜同安詳。喺現實世界入面，病人可能正承受住車禍嘅劇痛、病魔嘅折磨或者窒息嘅痛苦，但一跨過死亡嘅臨界點，所有嘅身體痛楚會喺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嘅係一種人類語言根本無法形容嘅寧靜同輕鬆。有位曾經心臟病發死而復生嘅女士講過，嗰種舒服嘅感覺係佢一輩子都未曾感受過嘅，完全冇恐懼，只有無盡嘅平安。第三階段就係最神奇嘅靈魂出竅，病人會突然發現自己漂浮喺半空，或者企喺病房嘅一角，俯瞰住自己嗰具停咗心跳嘅肉體。佢哋可以清楚睇到醫護人員喺度做緊心肺復甦，睇到家屬喺床邊哭泣。最驚人嘅係，呢啲病人喺醒返之後，能夠準確無誤咁講出當時搶救室入面發生嘅每一個細節，例如某位醫生當時攞咗咩形狀嘅手術刀，護士喺邊個櫃桶拎咗咩藥水，甚至係急救室門外走廊邊個親戚講咗咩說話。如果呢啲體驗只係大腦幻覺，佢哋又點樣喺雙眼緊閉、腦電波平坦嘅情況下獲取呢啲遠距離嘅視覺同聽覺資訊？第四階段係穿過黑暗嘅通道，隨住意識離開肉體，人會感覺自己被一股力量拉入一個黑暗嘅空間。有人形容呢個空間好似一條長長嘅隧道，一個深谷或者一條黑漆漆嘅管道。喺呢個黑暗通道入面移動嘅速度極快，而喺隧道的盡頭會出現一束光。第五階段亦係整本書最核心、最震撼嘅部分，遇見光之生命體。當病人穿過隧道之後，會見到一束無比璀璨但完全唔刺眼嘅光芒。呢束光散發住極度強烈嘅愛、包容同溫暖。穆迪博士指出，無論受訪者本身係基督徒、佛教徒，定係完全唔信教嘅無神論者，佢哋都會喺呢束光面前感受到一種無條件嘅接納。
呢個光之生命體會以一種非語言嘅心靈感應同病人溝通，問嘅唔係你呢一生賺咗幾多錢，或者你成就幾大，而係一個極具哲學意涵嘅問題。你喺你呢一生入面學識咗點樣去愛美，你積累咗幾多智慧？緊隨其後嘅第6階段係人生全景回顧，喺光之生命體嘅陪同下，病人會喺極短嘅時間入面，好似睇3維超高清電影一樣，重溫自己由出生到死亡嘅成個生命過程。但呢個回顧唔單止係以自己嘅視覺睇，仲會以被你影響過嘅人嘅視覺去感受。例如，如果你小時候曾經無心講咗句說話傷害過同學，喺人生回顧入面，你唔單止會睇返個畫面，你仲會100%感受到嗰個同學當時心中嘅委屈同痛苦。相反，如果你曾經默默扶過一個老人家過馬路，你亦會切身感受到對方當時內心嘅溫暖同感激。呢個過程唔係懲罰或者審判，而係一次徹底嘅自我覺察同學習。第7階段係邊界同選擇，病人會去到一個類似界線嘅地方，可能係一條河、一扇門或者一片迷霧。喺呢度佢哋會意識到，如果一旦跨過呢條界線，就再亦返唔到去現實世界。好多時，光之生命體或者已經過身嘅親人會同佢哋講，你嘅時間仲未到，你喺人間仲有任務未完成，你一定要返去。最後就係痛苦嘅回歸。大部分死而復生嘅人喺意識重返肉體嘅那一刻，都會感受到強烈嘅不捨同痛苦，因為現實世界嘅肉體重新帶來咗病痛、沉重同限制。穆迪博士喺1975年出版《Life After Life》呢本書嘅時候，喺整個西洋醫學界同科學界引爆咗一場海嘯。當時好多傳統嘅唯物主義科學家同醫生第一時間站出來質疑，認為呢啲所謂嘅瀕死體驗只不過係大腦臨死前因為嚴重缺氧、幻覺或者藥物副作用所產生嘅神經化學反應。然而，穆迪博士同後續加入研究嘅頂尖科學家們，用咗極度嚴密嘅數據打臉咗呢啲質疑。如果呢啲只係缺氧產生嘅混亂幻覺，點解150個完全唔認識嘅人會產生結構高度一致、邏輯極度清晰嘅幻覺？大腦缺氧通常會導致記憶混亂、思維碎片化同恐慌，但瀕死體驗者所回憶嘅內容邏輯極度嚴密，思維甚至比清醒時更加清晰。更重要嘅係，有好多物理上無法解釋嘅客觀驗證個案。穆迪博士喺書中記錄咗一個極具代表性嘅案例，有一位喺手術台上心跳停止嘅病人，佢嘅靈魂飄出咗醫院大樓，喺醫院3樓嘅一個外窗台上面，見到一隻左腳鞋底磨損咗嘅紅黑色拖鞋。當呢位病人被救反醒之後，佢將呢個細節講咗俾醫生聽。醫生覺得太離奇，於是親自走到3樓窗台去睇，結果真係喺嗰個平時根本冇人會去嘅高空窗台上面，到咗你隻一模一樣嘅拖鞋。如果呢個係大腦缺氧嘅幻覺，佢又點樣穿過幾層牆壁，睇到一個佢肉眼根本不可能睇到的物件？後來呢個領域嘅研究並冇因為質疑而中斷，反而吸引咗更多權威學者加入。例如荷蘭知名心臟科醫生范羅梅爾喺2001年喺國際頂尖醫學期刊《刺針》上面發表咗一項長達幾年嘅大規模前瞻性研究。佢哋追蹤咗344名曾經心跳停止並搶救返嚟嘅心臟病患者，結果發現有18%嘅病人保留咗明確嘅瀕死體驗。羅梅爾醫生喺論文中明確指出，目前嘅神經生理學同藥物學模型根本無法解釋喺大腦功能完全停止、腦電圖呈直線嘅情況下，點解仲會存在如此複雜同清晰嘅意識活動。穆迪博士嘅研究唔單止打破咗傳統醫學對死亡嘅定義，更震撼嘅係呢種體驗徹底改變咗嗰150個個案後來嘅人生。喺 Life After Life 嘅後半部分，穆迪博士詳細追蹤咗呢啲死而復生者嘅心理變化。佢發現幾乎所有經歷過瀕死體驗嘅人喺返嚟現實生活之後，個人性格同人生觀都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轉變。第一，佢哋完全失去咗對死亡嘅恐懼。對於普通人嚟講，死亡係未知同可怕嘅，但對於佢哋嚟講，死亡只係換咗一種存在形態，好似穿過一扇門去到另一個更加美麗嘅世界。第二，佢哋變得極度珍視生命，並且價值觀發生咗根本性嘅重組。喺經歷過人生全景回顧之後，佢哋意識到名利、金錢、社會地位喺死亡面前根本一文不值。佢哋開始將注意力放在2件事上面：第一係學習點樣去無條件咁愛身邊嘅人；第二係不斷吸收知識同提升心靈智慧；第三，佢哋嘅直覺力同同理心大幅提升。好多人喺醒返之後，變得更加能夠感受他人嘅情緒同痛苦，甚至致力於慈善同助人嘅工作。死而復生聽落好似係極少數人才有嘅奇蹟，
但穆迪博士寫呢本書嘅初衷，並唔係要大家去追求靈異或者神秘學，而係想透過呢150個真實個案，俾每一個活喺當下嘅人重新審視自己嘅人生。如果有一日你我都站在嗰束光面前，面對住自己嘅人生全景回顧，當光之生命體問你，你喺呢一生入面學識咗點樣去愛美，你積累咗幾多智慧嘅時候，你又會俾出一個點樣嘅答案呢？死亡唔係終點，而係另一種形式嘅覺醒。明白咗這一點，我哋喺現實生活入面遇到嘅挫折、糾結同執念，其實都變得不再重要。真正重要嘅係喺心跳仲喺度嘅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去愛，好好去感受，好好去活出屬於你嘅生命智慧。